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oco， 今日帶你哋睇下位於深圳南山區萬豪旗下嘅5星酒店，非常之適合家庭或者情侶嚟入住啊！距離大學城地鐵站只需要步行5分鐘。酒店嘅大堂睇落非常之寬敞，餐廳仲有超高嘅樓底，自然光線十足，成個環境都感覺非常之舒服噶。事不宜遲啦，即刻睇下我哋間房先。我哋就訂咗一間雙人床嘅房，房間非常之闊落，同埋係開放式嘅廁所，連梳化都有3張啊！真係你坐邊度都得啊！呢一個就係窗外嘅景色都幾開揚嘅。間房嘅設備咧都幾新嘅，有啲似住新酒店嘅感覺。我哋行去睇下廁所嘅部分，有一個大嘅浴缸都可以閂埋佢嘅，側邊就係佢嘅企缸啦。所有嘅房間都設備咗2個洗手盆，咁真係唔使爭啦。風筒咧就唔係 Dyson 嘅，但係都幾好用，仲有一個電子磅，清潔用品都齊全嘅，而且係高質素，連紙巾嘅質量都非常好，茶水間都非常整齊，有齊咖啡，雪櫃就有呢啲嘢飲，不過就唔係 complimentary 嘅，熱水煲、零食、紅酒、茶包，通通都齊全，衣櫃亦都夠晒大，衣架都相當之多嘅，見佢嗰啲擺設都相當高貴嘅，仲有一個掛褸嘅位置，拖鞋嘅質量都幾好嘅，夠晒舒服，洗手間就用上日式嘅自動馬桶，隔籬就係企缸同埋浴缸啦。佢用2級樓梯去分隔都幾特別。沐浴露同洗髮水就係來自呢個英國品牌。好啦，成個廁所同埋浴室嘅格局就大概係咁樣啦。你睇下佢嗰2張梳化幾闊落，仲送咗一盤水果俾我哋。佢哋用嘅床品質素都唔錯，配備咗2款唔同硬度嘅枕頭，床頭嘅 control panel 全部都好齊全，已經配咗 USB 同埋香港嘅插頭。我今次就試咗佢哋嘅中菜廳，佢哋用嚟飲茶嘅茶杯都好精緻啊，食物嘅擺盤都好多堅力啊。呢個蘋果包就整到成棵樹咁樣，要自己摘落嚟，咁入邊就係蘋果蓉嚟嘅。呢一個鳳爪整得幾入味，排骨就濃味咗少少，菜心咧都幾好食。呢一個紅米腸入邊包住咗炸蝦，仲有足料嘅灌湯餃，同埋我人生見過最大份嘅油炸鬼啊！最後仲有山楂汁可以消消滯，你睇下幾誇張。帶你哋參觀下佢哋嘅餐廳，樓底高，仲有全落地玻璃，同埋開放式廚房。我哋去嘅時候就接近新年，所以佢哋有一個馬年主題嘅下午茶，啲甜品都幾精緻。入住嘅時候係包埋晚餐嘅，咁我哋今次就試下佢哋嘅西式 menu， 食物質素都不過不失嘅。食飽飯之後呢，我嘅小朋友仲可以去佢哋嘅波波池玩翻夠本啊！話咁快就到第2朝早餐嘅時候啦，早餐嘅種類非常之多，我覺得有啲似食 lunch 嘅自助餐添啊，完全係冇可能試勻晒所有菜式。新鮮即煮嘅 omelette 當然唔少得啦，但係佢哋竟然有現做嘅港式腸粉，仲要整得幾好食噶，仲有白粥、黑米粥、燕麥粥、湯圓、水餃、豆腐花、牛肉粥同埋海鮮粥，醬料都有成20幾款啊！當然唔少得即煮嘅湯麵環節啦。想食西式嘅早餐都有嘅，各款嘅穀物類、番茄煙肉薯仔、腸仔，各款鮮榨果汁同埋牛奶、乳酪、時令嘅水果，仲有好多冷盤嘅選擇，各式各樣嘅麵包同埋西點，雪櫃入邊嘅汽水仲要係任攞嘅添。今次嘅住宿體驗都相當唔錯，雙床房仲可以瞓到1家4口。如果想帶小朋友上嚟玩，呢一間酒店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啊！今集嘅介紹就到此為止，記得訂閱點讚，我哋下次再見。